今日大早起身出發，當然先要揾下地方食早餐。向小雜誌出發，今次要去一間小紅書推介嘅店。今次就係要嚟呢間梯坎麵食重慶小麵，選擇眾多，價錢實惠，麵依舊係分2兩3兩，店鋪細細，個體戶經營。今次叫嘅係番茄蛋花麵，14蚊人仔。佢哋會揀辣麵，但我真係搞唔掂。呢個麵清清地，但都有啲胡椒辣，份量2兩都超足夠。爭啲食唔晒，食飽去散下步先。以前其實佢有2條纜車線，但由於纜車而家只係觀光用，咁佢就拆咗千絲門呢邊，而家就得返個台同條樓梯。向朝天門方向進發。離遠已經睇到來福士，路過間幼稚園咁啱做緊 event， 嚟到新華路啦，可以清楚遠眺來福士大樓。來福士係重慶標誌性嘅建築物，外形就好似帆船，佢位於長江同嘉陵江嘅交界。就好似將條江一分為2咁。朝早樓下要圍封住，真係誇張。咁就行到朝天門地鐵站，佢入面有條朝天門好吃街，朝早都冇乜嘢開。見到呢間廣東美食集咁多人幫襯，埋去睇睇先。叫咗杯熱豆漿，大大杯，3蚊人仔。飲飽食醉，繼續出發。今次目標係去李子壩站睇輕軌穿流。坐返去較場口轉綠色線。嗰架車就已經係穿流列車。啲人成日話交通係重慶嘅特色，唔單止係特色，仲幾好風景。呢條係黃花園大橋，呢條線會一直沿住江邊行，簡直就係觀光列車。前面條橋之前嚟過，陳家岩大橋。成班友堆晒喺車頭，八卦下睇乜先？原來係影個靚女車長。之後上網一查，原來話佢係重慶最美女車長。咁就穿咗流，俾班友遮住晒。咁就唯有繼續影住車長先。
入返正題，坐返轉頭睇川流。佢啲新車車頭無觀景窗，要等過下架。要呢款舊色先睇到景。今次車長係仔，所以無人影啦。川流啦，就係咁啦。終於嚟到李子壩站，係車道感受員，佢樓下特登整咗個平台俾你打卡。川流啦，川流啦！今日唔係大節日，咁已經叫人少。對面有個防空洞喎。由於抗日戰爭時期重慶俾日本連環猛烈轟炸，地面根本住唔到人，所以呢度周圍都係防空洞。如今就變咗打卡景點。返到嚟輕軌站下面係一個 food court。幫襯咗呢間一隻酸奶牛，其中一間必是茶鋪。足料楊枝甘露，估下幾錢？咁大杯都係20蚊人仔咋，香港起碼30至40蚊。入面仲有其他鋪頭，隔離有個輕軌紀念品店。上去仲有 food court 同其他商店。上到最高可以近距離睇川流。
睇川流喺1號出口。之前我喺2號口出又揾唔到條路，搞到兜個圈落山。其實可以喺2號口左邊呢條小路入返商場再落去。餓地揾下嘢食，今次沿住2號口斜路落山。呢個轉角位有幾間餐廳。試咗呢間網上推介嘅涼山雞，佢主要係食雞煲，咁我人太少就費事晒。叫咗碟青椒雞同個時蔬雞血湯。店員姐姐知我外省人，特別細心照顧我，真係相當親切。呢度白飯任裝。花椒雞，微信入會特價38蚊人仔。唔好俾佢個樣嚇親，其實真係唔係好辣，只係麻。雞血湯，清清地夠晒解渴，12蚊人仔。成餐咁樣夾埋都係55蚊人仔咋。之後嚟到呢座山腳嘅小黃樓，佢係一座文青基地，但入面就冇乜鋪。去咗呢間 Coin Coffee， 有隻貓貓店長陪你玩，叫咗杯拿鐵，盛為28蚊人仔。貓店長真係好曳啊！今集就嚟到呢度先啦，希望你會 subscribe 我啦。謝謝收看，我們下次見。